各位2025年太歲又分為刑沖破害，今年刑太歲咧就係猴同埋生肖虎，而沖太歲咧就係因為自害係沖，今年嘅蛇年係屬於自，而豬係屬於害，自害沖，所以今年咧2025年係沖生肖豬，而破咧就係屬於生肖猴，而最後一個刑沖破害嘅害太歲咧就係今年嘅虎。